他的仁义持传永远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祝福听叹伊的话人。这时，请圣歌队来献诗。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谦卑甲主三角行。献诗煞，请侯牧师讲道。伊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互善车加做付出的主。请咱恭敬来领受。
哈利路亚！咱俄罗上帝拍好啊，感谢主。多谢圣歌队，感谢圣歌队。